1998年，法國首稱霸巴西野兒團。隨住世界盃越嚟越商業化，國際足協亦都喺1998年世界盃將決賽周參賽名額由24個增加到32個，令更多球星同有一定實力嘅球隊都能夠參與，從而令世界盃規模更盛大。喺呢一屆世界盃之中，更強嘅球隊擊敗咗強隊晉級，最終贏家係地主國法國。但係縱然登上世界之巔，法國係唔係真正地上最強呢？喺眾多疑團之下，打上咗好多問號。法國、英格蘭、南斯拉夫嘅回歸，令呢屆決賽周可以講得係集齊晒嗰陣時候世上最強嘅球隊。喺缺席嘅球隊當中，只有繼續低迷嘅兩屆冠軍烏拉圭、上屆季軍瑞典同埋1996年歐洲杯亞軍捷克比較令人惋惜。而呢一屆賽事形勢就好似玩鬥獸棋咁，強子被更強嘅子所克一般。首先係1996年奧運會一鳴驚人，連克阿根廷同巴西奪得男足項目金牌嘅尼日利亞，呢支綽號超霸英嘅球隊喺賽前獲得球王比利祝福。佢哋喺第一場比賽就以3-2擊敗西班牙，埋下西班牙喺分組賽就出局嘅種子。然後係繼上屆之後再次擊敗保加利亞。雖然喺最後一場分組賽輸俾巴拉圭，尼日利亞仍然以小組首名晉級。不過到咗16強，尼日利亞就以1-4慘敗喺丹麥腳下，就咁樣令人失望咁離開世界盃舞台。英格蘭喺8年之後再次參與決賽周，不過隨住加斯基尼嘅落選，呢次完全冇任何1990年一屆攞到殿軍嘅功臣在陣，而係由碧咸為首嘅新一代出戰。英格蘭喺分組賽輸俾羅馬尼亞，好在喺最後一場分組賽由碧咸射入招牌式嘅罰球擊敗哥倫比亞，以小組次名身份晉級。英格蘭喺16強遇上宿敵阿根廷，阿根廷喺分組賽擊敗日本、牙買加同埋克羅地亞，獲得小組首名。巴迪斯圖達喺對牙買加一戰連中3元，成為世界盃史上唯一喺2屆決賽周都大演帽子戲法嘅球員。英格蘭同阿根廷上演一場相當精彩嘅比賽。英格蘭喺16分鐘就由年僅18歲嘅奧雲射入金球，以2-1反超前。不過阿根廷喺下半場前就追和。下半場2分鐘，碧咸被斯蒙尼撞低，跌喺地上面嘅碧咸竟然忍唔住用後腿踢對方，令到球證即刻俾佢紅牌。英格蘭喺少打1人之下，喺加時之後仍然守住冇輸到。但係喺12碼大戰就有2名球員射失之下，喺16強就被阿根廷淘汰。晉級嘅阿根廷喺8強遇上荷蘭，告別3劍客時代嘅荷蘭，以古華特等等喺1995年協助阿積士奪得歐冠嘅新一代，再配合柏金等球星參加呢一屆賽事。雖然喺第一場分組賽未能擊敗沒落嘅鄰居比利時，不過之後大勝韓國，然後打和墨西哥，亦都足以攞到小組首名。到咗16強，由戴維斯喺完場之前射入致勝球，淘汰南斯拉夫。到咗8強，就同阿根廷踢咗另一場經典之戰，雙方大部分時間都打成平手。繼承咗馬拉當拿10號球衣嘅奧迪加喺87分鐘竟然沉住氣，蓄意侵犯荷蘭門將雲達沙，於是被罰紅牌出場。結果荷蘭把握機會，由法蘭迪保亞喺後場長傳到阿根廷禁區，柏金第一時間用右腳控球，並扭過阿根廷嘅後衛阿耶拉，再第一時間用右腳射入呢個世界盃史上其中一個經典金球，就此將荷蘭送入4強。巴西雖然放棄咗壞孩子羅馬里奧，不過擁有已經成為新一代中鋒嘅代表朗拿度，加上李華道同埋利安納度等人嘅協助下，賽前已經係唔少人心目中嘅冠軍大熱門。森巴兵團喺晉級過程相當順利，不過以事後孔明嘅角度嚟睇，巴西嘅比賽總係令人覺得有啲蠱惑嘅味道。巴西喺揭幕戰落後之下，只能夠以一個對手嘅烏龍球險勝蘇格蘭，然後佢哋又以3-0清脆擊敗摩洛哥，踢咗2場就提早以小組首名身份出線。巴西喺第3場比賽只係例行公事，但係就冇俾主力休息。但係奇怪嘅係，巴西喺呢場比賽表現唔好，爆冷輸咗俾挪威。到咗16強，巴西又回復正常水平，以4-1大勝智利，然後喺8強遇上丹麥，再由李華道梅開二度，以3-2險勝晉級。到咗4強，巴西面對強大嘅荷蘭，仍然佔據上風。
由朗拿度打開紀錄。古華達喺完場前3分鐘把握少有嘅機會為荷蘭追和，結果兩隊需以互射12碼決勝。巴西隊長鄧加射入第4輪嘅12碼，相反荷蘭連續2輪射失，令到巴西再次打入決賽。喺淘汰賽嘅另一邊，意大利同德國兩支3屆冠軍球隊都一齊喺8強出局，唔再係天之驕子嘅巴治奧，雖然連正選位置都失去。不過喺呢屆決賽周把握機會完成咗自我救贖，先係射入12碼協助意大利喺分組賽打和智利，然後喺8強互射12碼階段為意大利射入第1球。可惜意大利又有其他球員射失，令到意大利輸俾法國出局。德國雖然攞到1996年歐洲杯冠軍，但係主力陣容老化嘅情況比上屆更嚴重。雖然仍然能夠擊敗實力唔強嘅美國同埋伊朗晉級淘汰賽，而且16強擊敗墨西哥，不過喺8強面對克羅地亞，德國完全被技術性擊倒，以0-3落敗出局。年屆38歲嘅馬圖斯喺呢場比賽就以25場上陣，成為世界盃決賽周史上上陣次數最多嘅球員。可見德國當時遇上幾嚴重嘅青黃不接問題。呢屆比賽係克羅地亞脫離南斯拉夫獨立之後嘅第一次參賽。由於陣中有波班同埋蘇加等多名前南斯拉夫猛將，所以係非一般嘅新秀。普辛尼基喺第一場分組賽入波，協助球隊擊敗牙買加。佢喺1990年一屆曾經為南斯拉夫入波，令到佢成為世界盃決賽周史上唯一為2個唔同國家入波嘅球員。克羅地亞喺16強擊敗全隊球員染上金髮嘅羅馬尼亞晉級，再喺8強淘汰德國，喺4強遇上法國，亦都不落下風。可惜最終仍然落敗。好在克羅地亞擊敗荷蘭，第一次參賽就攞到季軍。蘇加亦都以6個入球攞到金靴獎。法國闊別咗2屆世界盃決賽周之後，終於重返決賽周舞台。由於佢哋係主辦國，冇參加外圍賽，亦都喺2年前嘅歐洲盃冇咩特別嘅成績，所以縱然有主場之利，以及新一代球王斯丹壓陣，賽前亦都唔係幾多人睇好佢哋。法國喺分組賽就算全勝晉級，亦都有點係因為對手係南非、沙地阿拉伯同埋丹麥實力平平所致。到咗16強，對手亦都只係實力不強嘅巴拉圭。法國亦都要喺加時階段先由白蘭斯射入世界盃史上第1個黃金入球，先能夠淘汰對手。到咗8強，法國始終都係對意大利冇辦法，最終以互射12碼方式贏波。到咗4強，法國先被克羅地亞入波。到咗呢個時候，右後衛杜林突然冒出嚟連入2球，亦都係呢一代後衛10幾年嚟僅有嘅2個國際賽入波，協助法國以2-1擊敗克羅地亞，第一次打入世界盃決賽。雖然法國有主場之利，不過喺晉級過程之中，巴西都係比較有說服力，所以唔少人喺賽前都係估計森巴兵團可以衛冕。不過就喺決賽前一刻出現奇怪嘅事，就係傳出朗拿度因為食物中毒未能上陣，佢甚至連賽前熱身都冇出席。但係到咗比賽開始嘅時候，佢都係着上波衫上陣，只係佢同巴西都好似被抽乾咗靈魂一樣，踢起嚟完全唔掂。於是法國由斯丹連入2球，喺半場已經穩妥領先。後來法國雖然有迪西里領紅牌出場，巴西都係冇乜嘢起色，反而由帕提喺完場前以反擊為法國再下一城。結果法國以3-0大勝巴西，成為第7支攞到世界盃嘅球隊。由於呢場決賽留下嘅疑團太多，而且一直冇解開，所以呢場比賽到今日仲係引起唔少爭議，亦都算係另類嘅世界盃經典。